金华城敢会烧向郭文哲，外界嘛真关心。因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今仔日伊拍算会召开记者会，早暗嘛召开临时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向干部说明查销目前的进度。针对有媒体就报讲，郭文哲拍算请假，暂时离开职务，替这个风波指挥。因那伊早暗开会的时是并无讲到。现场的民众党民意代表是爱医生，搁想看卖，郭文哲并无正面的回应。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重要干部们以及党公职第一线的党公职们去说明清楚我们查账的一些进度，好，那让大家可以在记者会前事先了解全貌。主席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特别提及，但是也有相关的民意代表们有问啊，就是说，他们其实也不是问，就是呼吁说，主席是不是可以再想想？好，那当然主席没有正面的回应。